教导，那么咱互啊用这个体现出来，讲修行法度就是爱安尼落去。所以，若修行法度会晓徛伊脚底，吼，啊好好举起安尼，爱晓理解，会徛，啊，这个家一定真好，啊，一定真好。所以讲，啊，所以咱诶，若讲有研究易经诶人，拢会知影。 哦，在64卦当中，64卦内面有63卦呢，拢是凶中带有吉，吉中带有凶，吉中带有凶。那么凶就是唔好。 凶啊，这个就是不好。唯独有一卦，就是乾卦。哦，乾卦呢，敢若有吉，无凶，有好，无好。哦，为虾米呢？其实内面甲咱讲。 谦亨君子有宗。谦亨君子有宗。这就是甲咱讲，一个君主呢，以谦和的这个态度来做代志，啊，那么这个代志所做的，一定会安尼顺顺时时的，足顺利。 啊，所以讲，你若讲你讲带控股主代，还是讲要来做啥物代志呢？可能无遐顺。所以。